好多老師本身已經有自己嘅教材、教法或者用開嘅教科書，而 Music Doc for Kids 唔係叫你重新開始，而係想提升你現有嘅教學方式，令你教學更加輕鬆、更有層次，學生更加投入。只要睇一睇呢張單元總覽，你就會即刻明白我哋嘅課程系統有幾完整，由繪本開始，引發語言節奏、歌曲、節奏律動以及音樂欣賞活動等等嘅多感官音樂活動。所有音樂教學活動都已經形成咗一條清晰嘅教學線，每個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。老師既可以跟住整個單元去教，又可以自由抽取任何嘅部分加入你現有嘅主題。透過我哋嘅教學資源平台，老師可以善用5至10分鐘嘅零碎時間，收睇我哋嘅教學示範影片，就可以輕易掌握教學活動嘅重點，更加輕鬆咁豐富現有嘅課堂內容。可以使用我哋即印即用精美嘅教材，節省大量嘅備課時間，亦都可以提升學生嘅投入度、專注力同埋學習氣氛，將活動自由配搭喺唔同嘅主題、年齡或者課堂嘅模式。呢個就係點解已經有超過150位老師報名參與我哋課程體驗工作坊嘅原因。如果你都想為自己嘅課堂注入更多靈感、更多新嘅活動同新嘅教材，令你現有嘅教學變得更加有效、更好玩，你一定唔可以錯過今次工作坊。